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228事件79周年，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到阳台早起去高雄参加纪念仪式，对此受难者。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今仔下晡坐无人机去日本攻击，后礼拜一、后礼拜二甲日本拍热身赛。美国伊朗核谈判超无共识，美军航艦伫中东大规模组织，这国家甲外交人员来替理。观众朋友，今仔日是200连假第2天，高公局预告讲，今仔日国道交通量有107万车公里，下晡上北车真多，尤其是伫咧国道5号宜兰往台北这个向下来逆车阵。也天气这方面，东北季风来影响，水汽阁变高，玉山伫咧早起7点多开始来落雪，到10点这个雪则有4公分高。西坡板地面甲树仔亲像银白世界，受东北季风甲华南分河区东线影响，关山水汽上涨，加上气温向降落，2早起7点10分开始，玉山开始落雪，到早起10点为止，积雪深度已经4公分。暗过中昼过后，落雪几率都会大大减少。今天白天这段期间，其实玉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不过还是要看今天玉山在中午过后的低温能够配合得到。气象署表示，28连假第1天，北台湾温度明显下降，各地云量偏低，也有局部地降顺雨。暗过整体落雨强度唔是真强，虽然天气无稳定，暗过无影响民众吹气头意愿。高公局预告，国道全日交通量是107万车公里，下晡就会上北车流出现，尤其国道5号宜兰往台北方向车会真多。从宜兰地区往台北的车流呢，这些北返的车流大概会在中午过后大量的出现，所以要往台北地区移动的朋友呢，我们尽量在中午前，也就是现在就要赶快出发。国公局强调，200万国道疏运措施，包含中昼12点到暗时9点，国道1号后备保险系统上北，国道3号西滨上北，10度是风开。下晡7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上北，高行在管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演奏系统用单一汇率个8折收费。提醒大家出门进前，先查上线路况，才别踏伫车阵内底。记者综合报道。228事件79周年纪念中厝纪念仪式办伫咧高雄历史博物馆。遐伫咧1947年是发生武装镇压事件，造成严重的死伤。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到阳台早起是导览出席，甲遗属做伙对此受难者。片面类似228事不幸的事件历史重演。228事件教示咱啊。民主从来唔是天顶搬落来礼物啊，是每一个世代台湾人必须要用生命守护、看顾的责任。咱只有诚实面对历史，追求真相，才会当真正实现社会和解，打造一个和諧、公义、有尊严的国家。总统赖清德伫会中演讲，会继续探究228事件甲白色恐怖。228基金会表示讲，会来追查、公开真相，深化台湾的民主。今日嘛是林家祖孙受难46周年，林家黑案的事发地即嘛是改做义工教会，甲宜兰林家梦恒来举办追思活动。副总统萧美琴去到义工教会对此，讲到台湾面临内部甲外部的挑战，应该要明白过去的历史，才有力量来面对未来。唱诗歌对思林家祖孙，副总统萧美琴伫228事件79年，当时也是林家祖孙受难46年的这一天，纪念地会汉事发地点，即马改做义工基督长老教会来对思。教会空间有限，未少想要对思的民众，就伫教会外口对咧祈祷。萧美琴致辞时讲到，台湾面临内部甲外部同时的挑战，要去熟悉过去的历史，才有力量面对未来。咱内部侪挑战，外部嘛有搁较大武力的威胁，确实做台湾人真辛苦。若袂当了解咱的过去，咱就无迄个力量来面对未来。希
宴会第二，另外一名伫宜兰林家望园同时举办对事活动。虽然林义雄无来，毋过家属甲迄时阵是林义雄秘书，现今讲话陈秋瑾弄到场。最近因为用林体血汗做题材电影《世纪血汗》引起争议，毋但互林体血汗阁受关注，甚至引起台湾历史的热调。那完全没有打个招呼，那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妥的。根据这样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来拍这个电影，那我是觉得说，对当事人应该要有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副总统怎么看近期的民主历史补课潮，越来越多人关注更多像林家血案的案子？要有真相就有和平。陈秋瑾强调，电影改编真实事件，应该要有更加有效的处理方式，尊重当事人会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世界棒球经典联赛，台湾队今仔下晡坐飞轮机去日本攻击，后礼拜一甲后礼拜二会和日本来拍热身赛。刷落去才会去东京进行预赛，也上飞轮机进前，咱台湾队的队长陈杰宪表示讲，这抓真艰难，会尽全力来拼好成绩。穿西装的台湾选手一入场，场边随传来欢呼声。特别去日本参加经典赛选手，中昼在1点伫桃园机场第2航站大厅，买坐下昼2点10分的包机直飞攻击。刷来伫3月初2甲初3进行热身赛，初3暗去东京。刷落来初5到后礼拜6有4场比赛，那晋级分组前2名，直接飞美国迈阿密。队长陈杰宪坦白讲，这是艰难的旅行。也不过无希望后计划初10伫台湾见面。这是一趟很艰难的旅行，然后我们背负了台湾国人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身负重任，然后在这次的赛会能够全力以赴，然后拿下最好的成绩。那就像会长讲的，希望10号的时候我们不会在台湾见。四组预赛会伫东京巨蛋举行，台湾选手头一战会伫初5早起11点对上澳洲队，初6暗时迎战地主日本，搁伫初7甲初8甲捷克参韩国交手，名列分组前2名的球队才会当晋级美国复赛。这摆经过1个外国集训，台湾选手准备好啊！我们都知道，强敌环视的。前面困难重重，球是圆的，胜负不知道，但是带着球迷、国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选手都准备好了。面对这摆26甲27伫台北大巨蛋举行的热身赛，台湾队分别对上27软银加火腿龙狮球。总统赖清德27暗特别打文，文情化声，表示结果有一寡可惜，也毋过咱毋是只有赢球才爱赢。伊甲行政院长到英台运动部长李永鼎人同齐，讲家己到大巨蛋探班为台湾队加油，佮强调相信台湾就对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富国新山台积电公布2025年的财报，占全年营收10%以上客户有2间，其中一个客户有够19%，是比前一档加7个百分点。法院就推估讲，这个客户应该就是辉达来正式赢过苹果，成做台积电上大的客户。另外，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厂房，伫去年开始赚钱，赚超过161亿。台积电海外扩展引起国际关注。自2025年上新财报出来，合并营收3兆8090亿台票，年增31.6%，小创历史新高。过去被看作上烧钱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2025年获利161.4亿台票，开始赚钱。市场分析，美国客户就近生产需求加强。第一个，良率确实有明显的改善；第二个的话，则是产能利用率也呈现了一个满载的状况，这完全是受惠于人工智慧的关系。纵观全球客户，台积电财报显示，甲客户全年贡献金额7269.74亿，占比19%，比2024年12%大提悬。以客户贡献金额6451.78亿，占比17%，比前一年12%落5个百分点。法人推估分别是苹果甲辉达，也就是上大客户抢起活人数。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来自于人工智慧的这样一个崛起，它的获利能力还有营收都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成长。辉达公布财报之后，27号台积电 ADR 的跌幅有收敛，但仍然是一个连2日走低的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环境之下，
周一台股开盘开低的可能性仍然是相当的高。另外，惠达公布上新财报市场出现利多促进对 AI 需求记录，第四期一日夜盘激烈震动，目冲到35879点新高，了出现断崖式急落，最后淡盘515点。有专家示警，大股价过线乖离率已经超过15%，极端状况伫过去30年的多头行情内底，敢若看过一摆。市场关注等下了是咪出现整理行情，要继续观察大趋势是毋是有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的主题乐园内底的飞人机模型去互破坏，园区就表示讲要修理好势上久，恐惊爱几若冬，是呼吁游客毋好损害设施。飞人机互游离轨道通出铁窗，还有一只飞人机连轮胎拢落去。位伫桃园龙潭的小金谷主题乐园，世界桃园机场动态飞人机模型，搁去互人破坏，来加上的未少游客拢感觉真可惜。被破坏你怎么看？就很可惜啊，就是本来就好好的，而且听说它之前还可以动，对不对？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展示出来，就很可惜。我觉得这样非常不适合啊，就是影响到其他游客，我们只能欣赏，不要去碰它。就大家好好爱惜公物，不要来这里玩，就好好的珍惜这些东西，不要破坏。提相机翕相园区内就摆做世界有名的微型景观模型，真受游客欢迎。一月才发生互囡仔爬就爬落的事件，即马佫发生桃园机场动态飞人机模型，互认为大规模的破坏。要整个拆开来检查，目前看到链条有被卡死的现象。初步损失多少啊？如果链条被损坏的话，应该是100多万跑不掉。小林国强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设施损坏，而是一件需要互重视的公共议题。目前已经启动修复加检讨机制，也呼吁游园游客为后一个家庭保留完整的西亚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甲伊朗核谈判是悄无共识，美国总统川普就警告啊，讲有时不得已爱动武。好，这毋是凊彩讲的。美军航艦就伫咧中东大规模组织，即马包括英国、意大利甲加拿大在内，侪国家已经甲外交人员来撤离，发布相关级的理由警告。上证会采影像显示，美国伫沙烏地阿拉伯空军基地加油机甲有紧急数量伫几工内面现前甲中东地区的火药味达到上关点。目前美军已经派包含福特号甲林肯号在内2支航空母舰打击群进驻，部署规模达到伊拉克战争以来上大一摆军事行动。虽然沙烏地阿拉伯不表态不稳准领土被用伫攻击伊朗，暗过美军大动作的兵力转移，已经互各界解读是针对德黑兰当局最后通牒。这随时一台话举行第3摆感谢谈判依然无结果。虽然调停过阿办讲有明显进展，暗过北京方面对伊朗拒绝放弃核武甲大道飞弹计划表示失望。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德黑兰当局无展现谈判诚意，伊虽然希望用和平解决，暗过耐心在消磨。面对外界烦恼冲突扩大，川普讲美国有全球上强大军队，若外交手段失败，军事打击会加做爱采取的选项。It's nice if we could do it without,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it with. When you looked at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s nothing close. I'd love not to use it,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面对区疫情战争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真烦恼。虽然外交管道还未完全关起，不过区域内频繁的军事调动已经让情势真无稳定。联合国强调，国际关注人总署的全方位查核是解决核心症结关键，呼吁美菲能够爱站实，将重点放回阿曼走上的外交轨道，才别引起影响全球经济甲安全的灾难性冲突。These are two potential tracks. Clearly,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focus on the diplomatic track. 局势真无稳定，英德法家电讲已经将对以色列甲伊朗的旅游警告提悬到相关级别，建议公民马上离境。英国已经关驻伊朗大使馆、美方也批准驻以色列使馆发表人员撤离。伊朗军方表示，正加被监控任何挑战行为，各准备回击。谈判期限都不接近，这场跨国兵场已经进入上危险的深水区。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因过年过煞，局会无少转败价，菜收起卖颠倒是了钱。中华碧台农民的规气伫咧年假开放这个花园，互民众去翕相、摕花、摕面钱。园仔内底黄的、红的、粉的非洲国家开甲长水，民众摕手机翕相、欣赏水花。中华碧头一大种菊花农场，因为年节过后的市场价小摆，采收根本袂好，规期开放予民众免费来摕花。老板真的很大方，而且不浪费，说种植了这么多的那个花草。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这颜色很鲜艳诶，我很喜欢这样。原本以为这种很小小朵的，没想到这么大朵，然后全部这样看起来还很漂亮。花农表示，因大部分的花拢是销去拍卖市场、花店甲中盘，但是即阵年节过后，菊花花的需求量变少，地需花价值。市场介绍，一支菊花花上无爱4-5块才有赚，但是目前大概剩2-3块尔。原本拍算规区的花价条，单花定开，但是感觉真无彩，决定开放予民众免费摕花，买当参观农场。因为即摆介绍2-3块，即摆阁是春天。百花照开，市场食袂落遐侪花，所以阮才会想讲开放予大家参观啊，领花翕相啊，互大家厝内有花安尼。花农指出，种花成本包括人工、肥料、甲设施的投入，即阵花卖无好价，规期开放农场，甲民众分享水花，嘛是希望大家当更加了解菊花花生产的过程，甲农民种植辛苦。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第4届全国唱机公开赛4月要伫咧云林高溪基盘村来举办，即阵当地学生囡仔办做基地来对战，摕比赛到宣传。好，红王先左，炮2平5。小学生化作真人唱旗，分做红白两边阵营，跟着楚河汉界对立，听老师的指令，双方依照唱旗规则行，也是跳。伫基盘刷叮当，一旦风吃掉都爱离场。把这鸡鸡，哎，对，吃掉嘛。啊，吃掉了，对，吃掉黑马。云林县高溪乡有基盘村乡公所甲当地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全国唱旗公开赛，今年进入第4届，得到政府补助甲基层高小，伫地面画设基盘，由学生化作唱旗下旗，为比赛宣传，邀请全国选手同齐到基盘村来论旗。象棋呢，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益智休闲活动。我本身是住在旗山村，也是旗山国小毕业，所以我已经到旗山国小往下扎根，积极的推广象棋活动已经蛮多年了。觉得象棋其实它是一个益智的一个训练，脑力的训练，然后也让孩子不要再看手机，也含脑的方式，下棋就来找棋盘嘛。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推广。师生拢真会唱棋，最后这场真人唱棋由红旗胜出，乡公所拍出要下棋都来找基盘的宣传口号。全国唱棋公开赛有计4月12日举行，以棋会友也带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好，现在。2005年总统杯健美健身锦标赛，70日会的糖尿病卫教师林瑞珠摕到70岁这组的冠军，伊用家己做的鼓舞病人来固定运动，保持健康。无论是高船机、杀行机，还是哑铃等各种重量训练器材，伊拢会当轻松使用。伊就是今年72岁糖尿病卫教师林水竹。你每天运动，它就能够增长你的身体的肌肉的能力，然后也会增加你身体的记忆力。林水竹因为是3种护理卫教师，定定交代病人爱加运动，唔来当控制三观，也可以当预防以后得到失智失灵的风险。不过真正有照做病人无偌济。很多长者啊，他会腰酸背痛，就是他背部肌肉，他没有背部肌肉的张力，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脊椎撑住，所以要练背部的肌肉。4年前，林水珠有机会接触重训，伊逐工拢去健身房做各种筋膜训练，佮搭配健康饮食。无想90短1个月，伊的体重降低，体态嘛更加少年。健身教练鼓励伊参加健美比赛，通鼓励病人买当直接做运动。伫2025年全国总统杯健美健身锦标赛，林水珠就摕到70岁组的冠军。原型食物，然后少精致的淀粉类、碳水化合物少，那尽量以原型食物。那它这个短
每个月这个很大的差异性，就是吃对。我已经开始跑步，就是跑步了1年的时间。那这个魏教师有跟我分享说，其实重量训练对于这个糖尿病是蛮好的，所以我在思考说，应该要把重训加进去。林水族的先生是内科诊所医师陈炳坚，伊一直伫社区推销健保署的慢性病防治计划。伊表示，超过龄社会内金肉无力是重要的健康议题，因为长辈金肉量甲力头对年纪会慢慢流失，可能较会跋倒失灵倒伫床的风险，增加家属照顾的压力甲经济负担。但运动抗阻力运动都是改善肌少症上有效的方法之一。肌少症能够增加肌力。那我们是不是除了我们以前做的有氧运动、跑步啊、游泳啊、骑脚踏车之外，是不是要再做一点这个阻抗？你能够很健康的生活，那就只有靠你的运动了。只有运动可以，像我们老师讲的，那重训可以逆龄。我觉得我自己是逆龄了啦。结出金马线条甲乐观的笑容，虽然已经有5个孙仔，不过林水族外表看起来也是真少年，看袂出来实际年纪。孙仔笑伊是心力女超人。林水族讲，运动永远袂伤慢，若有信心，逐工练就会当延慢变老，活得更较长岁数，嘛活得更较健康。记者采访报道。西班牙巴塞隆纳语言导员移民若要伫这个城市来徛起，就要入乡随俗讲因的话，也这着产生教育、产生生活的压力。下午7点半，台记台青春的梦来去西班牙巴塞隆纳看移民为这座城市做出什么改变，也因的政策佮有什么回应？西班牙巴塞隆纳是一个国际城市，每一天迎接济观光客甲移民。车头、街仔路、甲公共超市，大部分拢写加泰语。对一个刚来到这还未晓讲加泰语的移民来讲，要伫这个城市生活是真无简单。王兆文是为台湾来的，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出业了后，一个人去到巴塞隆纳，伫遮定居生活。伊讲语言称在是移民加入新的社会头一个条件。根据统计，加泰隆尼亚差不多有1/4的人口是外来的移民。对真侪家庭来讲，会晓加泰语是加入这个社会方式。不过，同时嘛产生教育甲生活的压力。大学考试是全国的，要安来看成绩。阮这第2区，阮这是双语的，阮这讲2款，甲台湾甲西班牙语。你想阮这的人也跟马德里来比，人马德里迄边，人因学西班牙语就好啊。为了降低学语言的难度，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伫咧全区设立20个语言推广中心，提供为无基础到高阶的加泰语的课程，希望予新的移民唔但听有，还佫会当真正开喙讲。A Catalunya, de parlar amb els amics, de socialitzar, d'anar al teatre, d'anar a festes i de fer amics millor i conèixer més coses de la cultura si inclouen el català. Només en castellà a Catalunya. 除了教育，传播媒体嘛扮演关键的角色。在1983年成立的 TV3 加泰隆尼亚电视台，长期以加泰语做新闻甲儿童节目，让语言伫咧日常生活当中，会当互大家听到，互大家使用。Nosaltres també volem portar el català al món, per això també retransmetem via la plataforma a tot el món. I això, el que també estem molt satisfets de que participeu en moltes ficcions que són en català. 在加泰隆尼亚，语言唔是干那会晓讲无，是敢有人使用，敢有互理解。为校园、媒体到家庭，语言安怎互选择，嘛当咧形成下一代认同。记者杨宗巴塞隆纳采访报道。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0度至23度。中部地区21度至24度。南部地区22度至25度。东部这边20度至24度。
外岛地区16度至23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